伊若为什么家己停去，我嘛毋知咧。是一开始就无啊吗？你若分进去啊？哦，所以我即马试落阁有啊。有即马正常。好 ，OK。10月初6，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即马正常。好 ，OK。我迄声音10月，伊会 echo 吼。好。10月初6，风甲天气犹像昨昏。详细考虑中枢欧森伯格昨昏甲阮讲，关系着网港迄个碉堡的困难情形了后，决定要派上色上有员 Cornelis Caesar 甲蒋记官 Paulus Strauss 为代表去遐视察，并且去下达适当的命令。助理 Thomas de Rock 嘛准备好要做一只高压船，该同几啊生仔人前往打狗。阮听讲公司的篷船 Alkmaar 号以及另外一只篷船对过人落来的时阵，因为最近的强风被吹到打狗遐去，真无助来停伫遐吼，因为欠少人员吼，无法度人上北。暗时啊，听讲上述的迄个 Dead Rock 吼，就是伊个助理啦吼 ，Dead Rock 坐迄只篷船 Alkmaar 号该同迄只抢来的篷船吼，转来入港，再有一批，树是啥物物件？玉蜀黍是番麦，但是这应该是毋知啥物树吼。树你即日读着台语安怎读？玉蜀黍的黍。叔叔毋是番麦嘛？对啊，但是即个树你我袂晓读的。树读做树，或者是水，水嘛会使。第三声，第二声、第三声拢会使。水甲水吼，树五国的名吼，苏阿米。番薯，水，伊写树，但是伊内底历史拢写水吼，应该是白话音的读法吼。水啊米，水啊加一个番水，大水、大树、番水、水啊、露水、阿卡水、水啊鱼。其实我拢毋捌听过即种物件。好啦，就是讲迄再有一批水吼，就是上述迄个 Dead Rock 坐迄只篷船 Alkmaar 号，然后该同迄只抢来的篷船转来入港，再有一批水，再有合金、火绳吼，以及其他的细项物件。迄只小篷船。既然坚固又佫良好，抢来啦吼，即只是抢来，比迄只篷船虎皮号吼，小可较细一撮啦吼。大工 John Olofs 报告讲，含即只小篷船同齐，还佫有抢着另外即只载着水的小篷船吼，因为欠缺人嘛吼，欠缺人员来掌控，因此就甲迄只船放好烧掉吼。一时遭遇了继续6天，就是连续6天的暴风，失去了伊原定的航道，所以飘越台湾。迄只篷船 Alkmaar 号因为害甲真严重来歹去，所以呢以后拢无法度经，就是无法度通忍受任何恶劣的天气啊吼，算歹去嘛，袂堪日就对了。也收到家人寄来的四期10个9个日
6号的批，讲阮的船只拢已经到遐吼。拆除迄遐的要塞工程进行到真顺利，对遐会当找到真侪合用的即个石头，做到计划要建造的碉堡，毋免用砖仔嘛，有希望会当起起来。详情记载伫迄张批吼。今仔日有一只航船出航前往安海，再有一批舰赴40个人，要下迄个船只到遮。就是一只来自金门，一只来自海淀，两只对列输来，合计载有150担盐90稻米，甲200捆的茶帮，载150个人。对即寡西那人听讲，有一只斯瓦亮的大篷船，载超过1000担的糖，一寡丝甲是一个布料，停伫咧片湖。天气一好，就要航来出队。10月初7，西风打扫好天，甲上述抢到的即个小篷船落河了后，去检查该船，发现该船相当的坚固，适合来为公司使用，并且比较早咱所有的迄只篷船。高虎皮号搁较细只，所以着用即个名称来称呼即只小篷船吼。Gold Hoop， 我来查一下 Gold Hoop 是 Gold Hoopy， 这是要怎读？我用个翻译荷兰文。Good Hope 就是 Good Hope， 好望角。GOEDE 我学白念的，其实我嘛袂晓念，我看伊安怎念。Good Hope。Good Hope。Good Hope。OK。OO 伊读做 O 啦吼，我拢甲当做英文读吼，其实我拢读毋对。OO 是读做 O。Good Hope。Good Hope。OK，OE 读做 U 吼，等于是 OE 读做 U。好，讲因所抢来迄只细只篷船啦吼，比以早因所家己有诶迄只细只篷船，好望号吼，好望号 Good Hope 号吼，所以佮用即个名称来称呼即只细只篷船。今仔日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再有一批舰赴大香某甲镇，合计载63个人，还有一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南方普查，载11个人。有2只高野船对南方载新查来到遮，载11个人。10月初8，北风好天。今仔早起，上述上有员 Cornelis Caesar 和 Paulus Strauss， 所以这是 Strauss 吼 ，O-E 读做 U 嘛吼 ，Strauss 吼，对芒港转来遮吼，共这2个人啦，上述上有员甲即个 Paulus Strauss 对芒港转来遮，报告讲。目前迄个碉堡的情形还阁算会使，但是真需要用一寡大石头来贴伫迄个木栅的后壁吼，安尼迄个碉堡就会当保存落来。今仔日议长调进议会开会商谈，并且决定了下日的各项，就是对所有西那人来处地申请通行证，拢爱去归人甲淡水交易流行的代志，决定讲会甲因批准，一直到接到总督阁下有关的命令，并且决定讲每次100担的青硫黄，就是还未提炼的硫黄吼，爱踮咧淡水支付22号，伫归人爱支付32号，要抽税就对啦。并且决议
阮即马所现在有诶小船将袂派去北平顺益传说，盘踞伫遐诶一寡海贼就是袂去啊袂派去啊所以要伫咧做军派去宝土岛，宝土就是红头书，红头书就是兰屿讲做军要派去红头书，有一个优良的军官带领40个到50个人去遐，遵照总督阁下命令来活掠该岛的居民，带来此地，并且决议讲，伫咧华商杰森甲罗迪亚的请求之下，阮决定要重新代互杰森5000里尔，罗迪亚2000里尔用来收买商品，而且伫咧交易当中，因动员真侪因的人员，因此来决定赠送伊下列的礼物，就是赠送杰森一匹的深红色的尼龙，毋知几匹点无写几匹的即个紫红尼龙，15匹蓝色的棉布，甲一担象牙，而赠送罗迪亚10匹的白色棉布，一担象牙甲2担的护照，详情记载伫决议录。下晡，迄个龙桥社君王的兄弟，炸一张牧师McQueen 四期是本国月7号的德批，对大目连来到遮，要来阮来请求和平，并且请求温准因伊含伊的族人带做伙，伊的族人伫咧放锁社附近听候伊的答复。详情记载伫上述的内涵。10月初9，有强烈的北风，因此迄寡载石好要去淡水的篷船无法度出航。这对建造所计划的碉堡将造成真大耽误。伫咧约略中昼的时阵，迄个龙桥社君王的兄弟来阮的面头前，谦虚请求任免聚集伫咧放锁社伊的族人，温准因带踮咧遐，也温准伊家己同齐带踮咧遐，讲伊含伊的兄弟的恶行无关系，伊毋但无参与去年迄场战争，伊还阁劝伊的兄弟取消迄寡无公正的作为，爱伫公司的实故之下和平生存。伊已经准备好，愿意来接受对其他村社所提出的所有条件。伊嘛愿意顺服公司对伊所定的所有规定。这个代志经过考虑了后，有鉴伫已经完全明白伊捌反对伊兄弟的恶意，一直无求对公司上好的代志，所以决定要甲伊当作朋友来接受。对伊的请求，伫咧上述的条件之下，要来批准，嘛会当进一步互龙桥社人背叛远离伊的兄弟，背叛远离伊的兄弟，互因来活阮即边，而且会当运用因来真容易来甲迄个君王甲掠来。为了即寡目的，以及为着要互伊对阮有更较好的感觉，所以就用食物含饮料温存来款待即个人。也决定讲，关系到有一个新仔人代表好无人社人以及离任社人来请求和平，即一个新仔人做代表，讲因即嘛停泊伫咧本港开呢。要求互因通行证，以便亲自前来处理这项代志，将会甲因批准，并且送通行证去。暗时看到北平泊停船的所在有一只荷兰船，随传令讲明仔载要去甲迄只船带来该停船的所在下方遐下面遐或者是甲因领入来即个港内。
你要讲迄只船应该是对日本或者是归人来。有一个士兵对卑南炸来一张 Cornelis van der Linde， 数期是中国月27号的批，将离得瑟被当地居民掠到的士兵 Old Marset 用伊家己的刀要自杀，用刀插伤伊的胸坎甲颔管。又搁知影讲，该地区的居民真侪人破病，侪到因产业的猪仔拢无人去收挂吼，真少人去收挂。迄边的状况也还阁算好，只敢有泰马里社的邮长，伊单独而且违反禁令去和农交社的山区里的几个小船社交战。今仔日有一只高野船对南方再查吼，来到遮载6个人。10月10号有强烈的北风打扫的天气，中昼上水迄只船来北平停船处下面遐停，是对日本来的斯万号吼，所在的货物主要是现款，有253700外号吨，是该档快艇李路号伫咧本国个找伊航离长家。迄只快艇因为强风伫咧本国个5号伫咧卡波德松伯，讲是浙江省的上门吼，附近来含伊漂离，愿上帝带领伊平安。对 Jan van Elserac 阁下会来批以及其他物件来知影讲，伊伫咧7月21号航离台湾了后，伫咧刚过个月最后一天要含即个李路号甲启佩利号安全来到长家，受到我方人员甲日本人真好的欢迎甲接待，并且对 Overwater 先生为移交了公司的财产。上述 Overwater 已经真紧启程北上前往江户，一切状况拢算顺利。艇后所有的船只拢对各地区来陆续来到遮。除了Waterhound 号该船以及伊所在货物已经拢平安到遐，迄寡货物已经对别人遐得到利润80%。今年的8月中，有一只2000担重的大篷船对漳州载着各种有路用的丝织物到遐，估计会当得到48万两银。根据传说，有一只荷兰船伫8月13到14号伫南京湾口一个叫做 Photo 的迄个岛屿下面 ，Photo 讲是江苏省长江口的崇明岛吼。讲伫咧8月13或者14号伫咧南京湾口吼，一个叫做 Photo 吼崇明岛的岛屿下面，因为退潮海水特老啦吼，来平准，所以就计划讲将会伫咧本个月中派避雷船 Orange Boom 号，来看一下 Orange Boom 有啥物意思无？这是 Orange Tree。Orange Boom 哦 ，Orange Tree 就柑仔树啊，哈哦，安尼我就直接念柑仔树，讲派这只柑仔树号甲卡贝尔号载着一批银，看者卡贝尔 ，CAPELLE， 卡贝尔号其实毋是头一遍看到吼，已经看过足侪遍了。无。安尼直接嘛是念卡贝尔吼。计划讲伫咧本个月中要派避雷船柑仔树甲卡贝尔号载着一批银，以及巴达比亚、暹罗甲堪布迪亚所需求的货物前来取代。
详情记载伫上述批信甲附件的物件。10月11号，规暗拢透强烈的北风了后，伫天光前约2点钟，强风改由南边吹来，夹着真大的即个呼啸声吼，应该是风声啦吼。即个强风继续规工，一直到暗暝啊。迄时又搁改由东边，然后东北边吹来，想着哇，这是搁咧头风台哦，10月啊呢。想着迄只大船10万号的状况，你要讲伊的鼎甲锁啊，拢应该已经拢丧失去啊。所以对迄只大围楼挂起一条长布条，显然是咧求啦吼，求要哪讲？但是因为强风，又搁因为阮的细只船昨昏平准吼，而且被吹到陆上去，无法度去甲因救吼，也无法度送伊所欠的物件去，因为爱去迄只船遐搬运钱的迄只篷船，对早起就试了几啊遍，拢无法度通出港。现在嘛无法度出港，所以即敢若会当由伊家己设法处理，希望讲会当找到上好的办法。虽然如此，阮也是命令迄只快学船，就是该船载着阮所存的阮所存的即个上粗的锁啊吼，含迄只篷船Hope 号。应该就是 Good Hope 吼，好望号准备好，以便天气若一稳准，就会当出港去援助。早起看见快艇李罗号停伫个南方中岛，搁较远外来，伫个远的海上伫停泊，以便伫个恶劣的天气当中，会当有旷快的活动空间。10月12号，风力小可减退，因此迄只快学船就出港。但是因为东北风真强吼，无法度驶到大船遐，也嘛无法度回航入港。篷船 Good Hope 号吼，好望号啦吼。还阁停留伫个港口，因为海影诚大，无法度出海。因按莫斯周年时来实行，若是天气符合吼，明仔载伊就会做山水的篷船，载着阮的批信以及其他物件航往澎湖。因为公司的篷船伤细只，无适合搬运人员甲行李，所以阮就即个查曼德号的主管来下令，伫接到即寡人员甲行李了后，就要尽量较紧出航前往巴达维亚。10月13。游园透着强烈的东北风，因此也无准时回航的消息。10月14，风力小可减退，迄只快学船来入港。问阮报告讲，迄只大船10万号伫本个月11号南风透起来时阵，用2个艇停伫遐，但有一条锁全部丧失去，所以就将大艇用一条粗的10倍的即个免读对，这叫啥物单位吼？共只船有粗10倍的对的锁啊，拼落来停泊吼。迄只大船就只敢若靠即个艇咧停船吼，因为无其他的艇通好用啊。
真奇妙吼，就安尼度过整个南方所吹来即个暴风。感谢上帝怜悯，不过因为即种天气，迄只华商3岁的帆船也无法度带着阮的批信出航。下晡风力搁较减退吼，因此希望明仔载上顺帆船就会当出航。利用即个时阵派遣士兵 Nathan van den Berg 吼 ，Nathan van den Berg， 搁再去避难，带着阮的答复，就是 Cornelis van der Linde， 本国搁较好诶来批啦吼，会批去互伊吼。上前记载伫咧书信草本里一张批。我看觅吼10:22。好，继续读。10:15。落雨天气吼，天光了渐渐无风，因此快艇里落雨袂当入港。即个里落我们来甲查一下。LILLO 啦吼，无意思。Lilo, 读做里落。好，10:15落雨天气，天光又搁渐渐无风，因此快艇里落雨袂当入港。迄只载着阮的批信甲朋友，就是迄个3岁吼，华商3岁吼，船吼，载着阮的批甲即个朋友即个船吼，嘛袂当出航前往澎湖。即只帆船今仔日已经完全准备好，并且已经下达出航命令，要伫个明仔载出航进行，出航前往澎湖。今仔早起利用真微弱的风，派迄只快乐船载着鼎扁、毛柄吼，以及所有阮的目枪去大船思源河遐吼，去修理甲帮，并且去落迄寡日本银来遮。早起李落河的下设上务员带着批信来遮上岸，伊甲阮讲。对日本航来处队的时阵，捌遭遇着风力真大、真强的天气，所致因被一阵西南风对北纬27度飘到32度处。对遐只敢若看到迄个 Cocadrill 和 Robeson 吼，无看见其他的陆队，嘛无看见 Formosa。不过，本国月10号伫水深3潜的所在来拍定，送失3定了后，来到北边田北村的所在，并且当伫遐水深12潜的所在来拍即个主定，以便来飘往南方。好。10:15啦吼，读到遮啦吼，佫剩5分钟啦，读到遮。欢迎 Crystal 吼。无啥物笔记啦吼。最近这读甲足无意无事的吼，但是嘛是着读落吼。好。那我来关房了吼，爸比我关房咯。好，感谢大家，多谢大家。